大家好，我是宝明，我跟随张都古仁波切已有9年了。我是在格加拉工作。我们都很熟悉唐三藏前往西方取经的故事，众人都知，取经的路上有不少的磨难和障碍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之路也有磨难和障碍。平凡的你和我，同样在修行的路上也有磨难和障碍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可以求助护法神的帮助。今天我在此和大家分享为何我们需要护法。首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护法。护法修持在金刚乘在西藏是很普遍的，上至高官显要巨大成就者，下至平民百姓都专注于护法的修持。不过这并非西藏独有，传统的汉传大乘也有护法的修持，比如韦陀护法。护法修持是源自于印度的大寺院，如菩提伽耶寺院、那兰陀寺院、超觉寺等等。护法的梵文是 Dhammapada，Dhamma 是佛法， Pada 是保护。护法是指佛教教义的保护者，所以护法的使命是确保佛法能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，即维护佛教教义的完整性。除了护持佛教以外，护法还会帮助修学佛法者，给他们创造有利的学佛条件，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障碍。护法就是如意宝，它为你消除在修行中所遇到的各种内在和外在的障碍。对于一个真正修学佛法的人来说，来自内心的负面情绪才是最需要克服的。护法修持让你的心变得平静，情绪也不轻易的起伏不定，因此才能更专注于修行。此外，它为你创造有利的外在条件，赐予你充足的经济财源，让你能安心的修行。同时护法也会保护你，让你远离危难或威胁生命的处境。以上所说的都一一的告诉你，护法会在灵修的道路上扶持你，给你带来一切有利的条件、资源和支持，以使你的修行达至成功和圆满。护法的角色众多，除了保护个别的修行者，某些护法也会专门守护一些地区、一些特定的寺院或特定的传承、教义和高僧大德等。如吉祥天母护法是西藏和拉萨城的守护神，金甲一护法是西藏东部恰雅地区的特殊守护神。在寺院方面，金甲一护法守护甘丹萨祭寺，吉祥天母守护甘丹江之寺，达乌护法守护色拉妹寺，马头明王守护色拉杰寺，六臂大黑天守护哲蚌寺过蒙学院，四面大黑天守护哲蚌寺洛士林学院。同时，护法为了确保佛法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，护法也守护各传承，如多杰雄登护法守护格鲁传承，四臂大黑天守护卡玛卡举传承，阿奇姆佛母守护自贡卡举传承，六臂大黑天守护香巴卡举传承，依据佛母守护灵马传承。除了守护传承，护法也维护佛教教义的完整性，如六臂大黑天守护菩提道次第广论上师道，比沙门天王守护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师道，卡拉鲁巴守护菩提道次第广论下师道，四面大黑天守护密集金刚密续，斯陀林主守护色勒金刚与金刚瑜伽母密续，金刚力守护十轮金刚密续。
护法也是高深大德的守护神，如吉祥天母守护尊贵的加瓦仁波切和班长喇嘛，二臂大黑袍守护尊贵的大宝法王，多杰雄登护法守护尊贵的松仁波切和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。由此可见，护法在佛教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现在让我们来看藏传佛教护法的由来。公元8世纪，莲花生大师在西藏弘法的时期，受到群魔的干扰，当地的神灵鬼怪担心西藏人皈依三宝后将不再受到他们的控制，于是就用尽一切力量阻止佛教在西藏传播，还制造各种灾难，阻止人们听闻佛法。莲花生大师决定降服群魔，并要求他们发誓护持清净的佛法，成为佛教的护法神。其实在佛陀的时代已有护法出现了，在阿迦南子经里阿达尼提亚苏塔记载，佛陀在王舍城灵鹫山时，四天王带着所述统的鬼神拜见，并说愿意护持佛的四众弟子发愿护持佛法。四天王就是四大金刚，是佛教著名的护法神。护法可以分为世间护法和出世间护法。世间护法是还未证悟的护法，他们被佛教的高僧感化或者降服，受命于护持佛教，但由于他仍属于六道众生，所以我们不应依止他们，只能以供养大臣或眷属的方式来感激他们的帮助。较著名的世间护法有乃琼、南喀巴经等。格鲁传承并不鼓励人们修持世间护法的法门。出世间护法是指证悟的护法，是佛菩萨的化身，他们有些示现证悟相，有些则示现世间相。示现证悟相的证悟护法包括吉祥天母是妙音天女的化身，六臂大黑天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和卡拉鲁巴是文殊菩萨的化身等。另一些护法则为了更快速有效地协助众生而显现世间相。这类型的护法是由于跟众生更为亲近，所以人们只需要较少的功德就能祈求他们的庇佑。这种情况就跟我们只需要较少的功德就能接受加瓦仁波切的教诲，但要亲眼见到观音菩萨却需要累积无量的功德是一样的。以世间相示现的证悟护法包括文殊菩萨化身的多杰雄登护法、阿弥陀佛化身的金甲衣护法等。这类护法由于是佛陀的显现，所以我们可以皈依他们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位很特殊的护法——多杰雄登护法。多杰雄登是文殊菩萨的化身，他显现世间相是为了使末法时代的修行者能更亲近地和他结缘。多杰雄登在300多年前出现，肩负着保佑宗喀巴大师空性教诲的重任。由于我们的业障，在这个末法的时代，多杰雄登是最能帮助我们的护法，因为它能十分迅速、有效和慈悲地帮助我们去除障碍。我们的障碍来自于我们的堕落，只顾追求名利、物质上的满足和贪图个人的享受，导致我们忘记了修行的上道，以便从轮回的因果报应中得到解脱。多杰雄登护法能帮助我们消除这些障碍，让我们达到心灵的平静、清晰和稳定。它能协助我们驱除杂念，
使我们能够集中注意力，以高度的智慧应付困境，排除万难，专心修行。此外，它也能在修行的道路上扶持我们，让我们能深一层的去了解佛法。曾经有一位师姐，医生已经放弃她了，但她的生命却获得延长。她只是持诵多劫雄灯的咒语，同时也帮助清理多劫雄灯寺庙。这就是许多例子中多劫雄灯如何帮助我们，即使你是一个普通人。护法的任务是为我们制造学佛的顺缘，然而我们跟护法之间的关系却取决于我们跟上师之间的三昧眼。为了使护法更好的协助我们跟上师之间的三昧眼就必须十分的亲近。事实上，我们修行上所有的进度、觉悟和成就，也全都建立在我们跟上师之间亲近的三昧眼之上。如花园中的鲜花，无论盛开于何处，蜜蜂都会纷然而至。同样，只要我们的三昧眼清净，护法一定会鼎力的相助。由此可见，在修行的路上，只要我们能忠诚的依止上师，加上多劫雄灯的帮助和护持，纵然只是孤身的一人，其力量也能与成千上万的人相比拟。有如有些高深大德的生平里看到，虽然他们只是单枪匹马的一个人，但所做出的事业，无数个小人物加起来也不计万亿。这其中就是有护法神的力量。所以有了护法神的帮助，我们更迅速的克服所有的磨难和障碍。尤其是末法时期，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完成所有的事业，这是不现实的。只有依靠护法神的力量，做什么事情才会圆满。我的分享到此为止，预祝大家有非常丰富的修行成果，谢谢。